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预备心开始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实体的礼拜里面一起来崇拜，但是请大家一样预备好自己，包括我们的服装穿着，包括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在一个安静跟没有打扰的时间跟地方，让我们一起在线上或者是我们在现场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请我们一起来唱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们。请我们来听圣经里面的话。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疫情猖狂的时候，我们仍然无灾无病、敬虔无事的度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能够在你恩典的保守当中大得平安。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是主，我们也纪念那些在困境当中、在患难当中的人，特别这些被疫情所影响或是感染的人，他们在困难跟病痛当中需要你格外的恩典。主，我们也纪念这些在第一线工作跟服侍的医护人员，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也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更愿你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在工作中、在家里、在任何地方，也都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上帝。我们来唱灵粮诗选，新灵粮诗选第31首赞美祭。新灵粮诗选第31首赞美祭。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以感谢和赞美为祭献给上帝，所以我们一起来唱31首，来唱赞美祭。我们来唱2次这一首诗歌。我们来唱赞美祭31，新灵粮诗选31首。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
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喜心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赞美献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也用信仰的宣告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好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我们能够弟兄姐妹一起同声来诵读使徒信经。在周报的底页，或者是我们如果可以记得，请我们一起来背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感谢主，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读起应文，在诗篇130篇。诗篇130篇，我们一起来读起应文。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场有起应，所以牧师从头到尾会来念。那请应的地方，大家在自己的家或是在自己所在的直播的地方看直播的地方，我们可以来回应。诗篇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让我们能够在诵读起应文当中，能够来谨记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不单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也来为一些需要的事项特别是我们在公众的祷告的当中，让我们来纪念一些有需要的事项，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大家来看到周报上面我们的信友代祷意向的地方，我们可以跟着我们这里面的内容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欧洲的国家俄罗斯，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愿你恩待这个地方，它过去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但是现在能够成为一个改变的国家。愿你恩待，让这个地方的百姓蒙恩，使基督信仰能够进到他们当中，让许多的宣教士能够在里面
帮助这个国家改变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进入，使他们能够来认识基督的信仰。主，我们也为我们在宗教区的教会来献上祷告。我们为着在台中卫理堂林怡君牧师还有他的同工，我们为这个教会来献上祷告，愿你恩待这个教会蒙恩，能够在台中这个地方能够来使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都健康。主，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台湾的行政首长还有各级的政府官员来献上祷告。主，愿你施恩纪念这些首长当中政府官员里面，他们尽忠摆上，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能够忠心持守。或许有不完全的地方，也愿你施恩纪念，给他们有聪明智慧，让他们有智慧的灵，能够来治理主你的百姓，还有我们这全地的人民。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来献上祷告。主，愿你施恩纪念，特别我们现在因为没有办法实体的上学，许多的儿童跟青少年必须要在家里面来学习，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不单在知识教育上面能够得着，并且有品格教育来教养他们，让父母亲跟老师能够一起合作，来帮助我们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主，我们也为着台湾的水情，感谢主给我们有雨水四下，好让我们能够大得平安。但是主，愿你也恩待我们，让这个水情能够平稳之后，能够一切按照主你的这样的安排，使气候能够稳定，使我们的百姓能够大得平安。我们也为这些在医疗当中的在第一线工作的医疗人员和监警人员来献上祷告。主，愿你施恩来纪念这些在第一线的工作者，他们所付上的所摆上的，特别他们在服务人的时候，更需要主你格外的恩典，还有他们需要能够有好的防护，愿你恩待他们，让这些医疗人员、军警人员在第一线工作，身心都健康。所以我们为这些向你献上祷告，愿你来纪念。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让主祷文能够成为我们共同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要来听上帝的话，我们先要来读今天的经课，请大家来翻开圣经。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的话，请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在撒母耳记上，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撒母耳记上第8章4到20节，另外一处在11章的14到15节，这个是旧约的经课。另外一处新约的经课在哥林多后书8章12节到17节。我们有3处的经文要来念。撒母耳记上8章4到20节，11章14到15节，还有哥林多后书8章12节到17节。我们翻到，请一起来念撒母耳记上第8章第4节到20节。第8章4节到20节。好，翻到我们请一起同声来念。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50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1/10，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1/10。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我们再来看第11章的14节到15节。11章的14节到15节。撒母耳记上11章14节到15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我们再来念哥林多后书8章12节到17节。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8章，哥林多后书8章12节到17节。翻到我们请一起同声来念这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8章12节到17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是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多谢上帝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们来读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在马可福音3章。马可福音第3章马可福音第20到35节。马可福音第3章20到35节。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段的圣经。马可福音3章20到35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
都可得到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就在马可福音的3章20到35节。我们今天所要看的题目就是基督之内皆兄弟。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称为弟兄姐妹，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一起称为弟兄姐妹。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许多人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聚会，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也给我们有许多的机会，在家庭里面，在工作上，或是在与人的关系上面能够有新的调整。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然疫情虽然严重，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无法去掌握，但是也有一些好的事情会在我们的当中。那开始前，牧师一样先讲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希望我们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不是要太介意好，有一个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在家里煮饭的机会多了。那有一个婆婆就对她的媳妇说，这个煮红萝卜的时候要先切丁，再来煮汤。好，这个媳妇呢因为年轻，所以她这个厨艺还不精，所以她就照着这个婆婆所说的来做。但是媳妇在厨房里面很久的时间，然后一次故事的说，哎呀，这个也太难了吧，为什么这么久还都没有办法做出这些东西出来？然后婆婆也觉得纳闷，为什么媳妇进到这个厨房里面这么久还没有做出东西来？结果后来她发现媳妇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图像看到的。这个媳妇她把这个萝卜切成这个丁她说因为婆婆说要切成丁再煮成汤，好，所以这个媳妇她就把它切成丁再煮成汤。但是她说切了1个小时，只切出了3个丁，还好不是切丝，如果切丝的话那就更困难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丁要刻出来就已经很困难，如果要刻出一个丝就更困难了。当然我想婆婆要讲的这个丁跟丝，并不是指我们现在要看到的这个把它切成像丁这个字形，这样不是所以请大家不要介意，我们讲的丁跟这个切丁跟切丝，其实厨房也是一个艺术所以这个媳妇真是相当难当因为要这样的这个要理解这个婆婆所说的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每一天我们的婆婆妈妈们在家里面要做菜给我们的家人吃，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也纪念这些在家里面辛苦的妈妈们，让他们在工作上面，在做家事的时候也能够得到支持跟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更知道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会碰到一些的改变，包括我们的环境也有改变。那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图，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是一个人，他罩着这个塑胶的套子，塑胶的这个罩子。那我跟师母我们最近也买了这个塑胶的罩子，希望可以这个保护安全。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狗他就心里面想说，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各位知道这个套子以前是套在狗的
头上，为的是不要让狗去随便去乱咬，或者是对别人咆哮。那没有想到现在居然这个罩子也要罩在人的身上，所以有很多事情是万万没想到的。以前认为这个是别人的事情，或者是这个是别人会去的，说别人才会去得到的，但是现在好像就近在咫尺。曾经有人这样说这个我们的彩券的中奖很难得到，但是却是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应该会得到。但是这个疾病是很容易得到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不会得到。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仔细来小心跟谨慎，包括我们怎么样从疫情当中去学习一些的功课。所以论坛报在最近给了我们有一些内容，让我们可以来从疫情当中来学习一些的功课，那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这是论坛报里面的一个内容，他说疫情会教我们的7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从这7件事情当中去学一些的功课。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标题的地方就可以。第一个，我们是脆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自己人是很强的，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的软弱。因为病毒的扩散的关系，使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很脆弱的，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所以为的自己是那么样的强壮。所以希腊的哲学家曾经这样说，认识自己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可能看起来是很有智慧聪明的，是万灵这个所有的上帝的创造物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极致或者是万物之灵，那但是我们其实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仍然是一个脆弱的人。好，第二个，我们也要接受一个事情，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面对疫情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包括政府机构单位或者是这些的长官们，也许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出最好的决策，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安排，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接受一个事实，是接受一些的不完美。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包容跟接纳，在许多事情上面，我们有很多人已经尽力了，包括我们很多医疗人员或是军警人员，他们也在第一线里面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不够好，不够完美。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也需要接受别人的也许在一些事情上面并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也需要能够来包容跟接纳。那第三个，我们也需要学习跟他人的合作。也许我们太过多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人主义，或者是个人的觉得自己应该要有很多的一些可以做的事情，或者是想做什么或是不想做什么。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学习跟他人能够一起的合作，特别在疫情的当中比如说如果有人觉得我自己很身体健康，我不需要戴口罩，但是我们需要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需要把口罩戴上。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可能要限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包括我们也需要对人有这样的一个友善的一个行动，帮助人，让人能够在困境的当中可以得到帮助，而不是只有顾自己的需要，比如说去抢购或是去采购一些不必要用到或者是这个不需要的东西，但是却抢了别人的物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跟别人一起合作的事情。那第四个，当然对物质的重新的反省，因为刚刚提到有抢购的事情，或者是我们需要买很多的物资，有很多人会去囤积或是囤货。那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聪明，也知道所有的物质这些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对物质我们有重新的反省，或许简单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所以要分辨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想要的。也许我们的需要跟想要落差是很大的，也许我们可以用很多东西，但是不必要是一定要什么样的名牌，或者是一定要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或是大餐不一定每天要吃那个很好的餐，也许我们可以简化，能够来吃简单的食物，这些对我们也是一个重新的学习跟反省。第六个，我们要重新学习安排优先的次序。
那也许以前我们都是为了工作的缘故，比较忽略家庭或是我们的家人。那当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把我们的工作能够来做一些的调整，把多一些的时间能够转到家人的身上，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包括有时候我们很多的活动跟行动，但是我们很少安静的祷告，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工作。安静思想，并且能够让工作不再是唯一的一件事情。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有时候需要活动，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学习安静。第六个，我们可以从这个疫情当中学习到回归家庭的需要。我们会看到回到家庭的时间变多了，所以我们要跟家人可以多一点相处的时间也可以变多。愿上帝帮助我们。过去我们可能常常觉得没有时间来陪家人，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有多一些的时间，能够跟我们的家人一起的相处跟见面。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曾经我在马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弟兄这样很体贴的对我们说，牧师礼拜一也是要有休息，因为牧师也吵架，牧师跟师母吵架也需要时间的。当然我们不是有吵架，但是我们确实是需要有一些的时间，可以有一些的沟通或是谈话。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多的忙碌，但是我们没有去有时间的沟通或是讲话，所以有时候需要有一些安静的时刻，才能够有沟通讲话的机会。所以讲话也需要时间，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安静的时刻，也能够有一些机会跟家人沟通跟谈话。那最后一个第7项，信仰变通的展现。那过去我们可能都是集体的或是团体的聚会，那或是做礼拜，这些我们都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会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包括不再是单一的向度，而是多元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做礼拜。那最近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几个小组跟牧师有这个聚会的时间，我们在线上有一起的查经，有一起的祷告，或是一起的小组聚会。所以虽然是在各自的家庭当中，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这样的时间来聚会。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单一向度的只有我们在团体里面大家一起聚集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在大家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起聚会的时间。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崇拜里面不是只有单一的向度。特别另外一个事情也是疫情也教我们，不是只有看重礼拜天的崇拜，更是要看重每一天的灵修跟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期待礼拜天来做礼拜，而是让我们每一天都与主来见面，与主来亲近。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然世界在改变跟混乱的当中，我们也不要忘记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才是整个历史的主。也许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或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调整的，但是上帝是掌权的主，我们相信上帝作王掌权在我们中间。上帝来祝福我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个这个论语这个是牧师今天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个这个线上的中文课程。好，那我们来看论语在颜渊篇的地方有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好，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司马牛。好，那这个人因为他的兄弟因为犯了一些的罪行，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认他这个兄弟，那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孤单的人，所以他在这个颜渊篇里面，论语的颜渊篇里面，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意思就是人都说他们有兄弟，但是只有我没有。然后子夏就是孔子的一个学生，他就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个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讲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说：君子敬而无私，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所以这个子夏就告诉了司马牛这样说，他说生死都有天命的，那富贵也是从天所赐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君子的话，你能够恭敬而没有这样的一个失误，而且跟人恭而有礼，恭敬而有这个有这样的礼貌的话，那么所有的人四海之内都是你的兄弟。所以他说君子何患无兄弟也，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君子的话，你怎么会去忧虑说是没有兄弟的？所以论语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从一些的古代典籍里面也可以看到，上帝其实很早就已经在许多的典籍里面看到，原来很多的东西跟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是相仿的。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在前面的地方提到耶稣在服事跟侍奉。马可福音是一卷很重要的福音书，因为讲的很多都是耶稣在服事跟侍奉。如果我们看耶稣的服事跟侍奉，耶稣的工作不外有三个，第一个叫做传道，那第二个就是医病，那第三个就是赶鬼。所以有很多的这些人需要耶稣的帮助，所以以至于耶稣时常是处在一个相当忙碌的情况，服事当中，耶稣许多的忙碌在这个当中。他说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在服事的时候，他们真的需要有一些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耶稣一直在服事，他说连饭都顾不得吃。但是即使他是这么样的殷勤跟努力的，甚至让人觉得他癫狂了，圣经上面说有人还以为他癫狂了。那很多人可能搞不好觉得耶稣是一个工作狂，但是即使耶稣这么服事，这么样的卖力，但是还是被批评。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在服事的时候，有一些的文士，他们甚至造谣说耶稣是这个靠着鬼王来赶鬼的，或甚至他是被鬼来附着的，这些都深深的让服事的人受到伤害。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在公视里面的影片，那个火神的眼泪有一部连续剧是叫《火神的眼泪》，是描写这些消防队员他们的辛苦跟他们的不为人知的一面。那里面包括有许多的消防队员，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别人还指导他们。这些人他们并不是专业的消防人员，但是他们却常常来指导，或者是常常来指责这些的消防人员，以至于让消防人员没有办法来真正去执行他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给别人有多一些的体谅，特别在工作跟服事的人，当他们在服事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别人多一些的体谅，而不是去责备他或是去给他更多的压力。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完全人，我们也需要被提醒跟指正，但是我们需要用更好的态度来去对别人来说，而不是用一个谩骂，或甚至是用一个叫做过于这个毁谤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所以耶稣怎么样来回应这些的文士的说法？这些的文士他们甚至指责耶稣说他是被鬼来附着的，但是耶稣却这样说，在29节他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不晓得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其实亵渎圣灵的意思就是把圣灵的工作当作是魔鬼的工作，或是把圣灵所做的这样的果效来归给了魔鬼，这个叫做亵渎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仔细跟谨慎我们的出口。有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所做的事情并不完全，并不完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鼓励、肯定跟称赞。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肯定的，包括我们在服事当中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完美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工作若不是出于上帝的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来完全或是来完成。所以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耶稣讲了很重的话，对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好像是当时的叫做正义魔人一样，他们好像常常去指责别人，但是他们却没有反省自己的罪。所以耶稣常常提醒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虽然要遵守他们的教导，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是能说而不能行的。
反观我们看到耶稣看到的是许多有需要的人，他需要来帮助这些人，所以耶稣关心人的需要。有许多人可能是聪明人，但是他们对宗教也许很热忱，但是对人是很冷漠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让这样的热情跟热忱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在信仰上面的热情，但是我们对人是冷漠的。这些人忙活了一辈子，而且在向人传播一些缺乏对人的爱。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会传福音、会教导、会讲信息，或者是我们可以教导别人很多的事项，包括我们会当一些小朋友的老师，但是我们却没有成为一个对人有感受的人。这个是这个桃树这个人，这个一个牧师他所提醒的。好，所以耶稣在这个之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那边继续的在工作跟服事，他并没有受到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影响。但是就在他跟众人一起的时候，第34节的地方，我们会看到，甚至他的父母亲都来找他的母亲，耶稣的母亲来找耶稣，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也来找他。但是耶稣却讲了一个很特殊跟很奇怪的话，在3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4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34节，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各位如果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觉得耶稣的母亲跟弟兄们都来找他，但是为什么耶稣却是看着周围坐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跟我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所看到的不是只有在肉体上的关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父母亲这样的一个亲属的角色，他更看到的事情是属灵上面的。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我们有兄弟姐妹，这些兄弟姐妹也许跟我们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这些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是，一个与耶稣有亲密关系的人，自然就会以爱付出行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疼惜自己的亲属跟家人，但是我们却对一些人是冷漠的，或是对一些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是没有感情或是情感的。耶稣却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他看到所有的人就好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就是自己的母亲跟兄弟姐妹。曾经有人这样问德瑞莎修女说：你怎么有可能可以在印度这个地方看到这些垂死的麻风病的这些可怜穷苦的人，他们在路边，你怎么可能可以在这边服侍这么长久，为他们服侍这么长久的时间？德瑞莎修女这样回答这个记者，她说：我看到的不是在路边的垂死的人，我看到的不是生病的人，我看到的不是长大麻风的，我看到的不是这些的病人，我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那里。如果我看到我的主在那里的时候，我岂不服侍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有耶稣亲密关系的人，与耶稣有亲密关系的人，自然就会在爱的行动上能够付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那当然我们要去付出爱，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满满的这样给予出去。但是耶稣所说的，他说谁是他的弟兄姐妹跟母亲呢？在第35节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说：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了。所以耶稣也是举出他的一个解释，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提到有很多上帝的旨意，包括我们会很清楚知道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给他的门徒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要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所以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不是叫我们成为某个教会的会友，而是使人能够成为跟随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能够对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能够这样的彼此的相爱，这个也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因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所以唐崇荣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一个不愿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祷告的。什么样的祷告？就是我们刚刚在主祷文里面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不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不能够这样祷告。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祷告，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要做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祷告要愿上帝的旨意行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John Stott 这个牧师他说，社会责任是什么？他说不是只有基督徒的使命，也是基督徒的信念。人若说他真正信上帝，却不爱邻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爱上帝的人也应当是爱邻舍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给我们至少有2个大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个就是耶稣所颁布的大的使命，就是叫我们要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另外一个就是耶稣说诫命当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人如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称呼我们所有的身边的人，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意思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像是家人一样。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几个功课。第一个，我们都是上帝儿女尊贵的身份。所以圣经里面在彼得前书的第2章第9节里面提到说，因为我们是有这个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这个上帝的美德，为了要宣扬上帝的美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是有这样尊贵儿女的身份，上帝儿女的身份，同时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样是上帝尊贵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要来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来宣扬上帝的美德的时候，要记得光是要放在黑暗里面的，才能够照亮一切的黑暗。这是一个蔡颂辉牧师他所画的图。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是世界上的光是神的儿女所应该要去展现的。所以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出去，这个世界就更加的黑暗。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出去不是代表我们现在还要出去到外面，不是，而是我们怎么样在行为上能够展现上帝的生命，能够展现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别人都是这么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式可以做得更好，或甚至是不是照着世人的方式贪婪，或者是去抢夺物资，或者是去只顾自己的需要。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调整跟改变？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跟聪明来做事。第二个，我们有主所赐的命令，耶稣给我们有新的命令，圣经上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各个地方都有。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里面4章的21节里面，他说，人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怎能爱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或是去顾虑到别人的需要，那么我们怎么去爱那个看不见的上帝？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说我们爱上帝的时候，不是只有嘴巴里面说的，而是在行动上，我们可以透过爱弟兄姐妹来表达我们爱上帝的心。所以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命令，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所给你们的命令。好，所以耶稣给他的门徒有这样的命令，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我们有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更多需要去体谅别人的需要，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在这个世代里面，当我们看到有人因为工作疫情的影响没有办法有工作，或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去体谅别人的需要，
多去看顾这些在患难当中的人，甚至去帮忙别人，让别人也可以能够有一碗饭吃，能够有一些的生活上的照顾。那第三个，我们可以来看到，我们与上帝的儿女们都是家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不是公司。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好像认为教会是公司，我是来打卡的，我是来应付的我来这个打卡，表示礼拜天我有到了，或是我有来参加小组的聚会，好像我就完成了。这是公司，这不是家人。所以教会是你的家，教会不是一个公司。家人并不是说你来打卡或是来完成某一个工作而已，家人是彼此的互相的体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家人当中来表达彼此的相爱？有一个方式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也许我们不一定可以给予人家什么样的物质上的帮助，但是安静的倾听，为对方祷告，这个就是最好的陪伴。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家人当中多一些的倾听，多一些的祷告，少一些的批评跟论断，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有最好的陪伴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当中。好，最后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教会不是一群我们自己挑的朋友，不是我们想要选择谁或者是要跟谁在一起，而是上帝帮助我们挑选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兄弟姐妹是没得挑的，我们的家人是没得挑的，所以没得挑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跟没得挑的人来相处。也许不一定每个人你都喜欢，但是我们可以去透过我们的行动跟行为去接纳跟包容自己的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称呼我们的身边的人是弟兄姐妹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我们在主里，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兄弟姐妹，我们就是家人。所以耶稣在教导上面来告诉弟兄姐妹说，他说这些就是遵守上帝旨意的，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爱不单是只有在自己的血缘的家庭里面，而是在没有血缘的这些的人当中，我们因着上帝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彼此来相爱，以至于让人看见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期待我们在疫情当中，弟兄姐妹更加的这样来互相的关心跟照顾。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因为疫情的影响，家里有一些的生活上的不便利，或者是有一些需求需要，也请弟兄姐妹互相的来持守跟看顾。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看到有一些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彼此来关心祷告，那也可以来告诉教会教会能够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得到恢复。更好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余的能够给予那些不足的，好让那些不足的能够因我们的有余而不致匮乏。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今天的话语赏赐我们。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没有在血缘上面，不一定在血缘上面是有关系的，但是因着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有属灵上的关系。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你也吩咐我们说，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主你的弟兄姐妹跟母亲。愿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透过彼此相爱，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成为家人，而不是公司。愿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来到教会里面打卡，或是来到这个团体里面能够跟谁见面而已，而是我们是有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关系在里面。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常在你的里面蒙恩。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回应的诗歌。今天原本应该是有圣餐礼，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所以我们这个月的圣餐礼我们是暂停的。那我们先来背诵金句，在马可福音3章35节，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提醒，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包容，因为我们有属灵的这样亲属的关系。马可福音3章
第3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起念来。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3章35节，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3章35节。那刚刚提到了，我们原本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圣餐礼，但是因为我们在实体上没有办法聚会，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但是我们在回应的时候，我们也要唱这一首的诗歌，来唱这个与主合一，那表达我们虽然是没有办法实体的来这样的一个圣餐礼，但是我们也参与在圣餐礼的当中，与主来合一。我们来唱300首，在心灵良师选的300首，与主合一，让我们与主合一，也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合一，成为一个家庭的家人。300首与主合一，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剥这饼，主亲自递这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合一。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辖制，像罪我乃已死，却向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之基，荣耀主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虽然不能够实体的圣餐，但是我们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圣餐中与主来见面。我们也将奉献归给我们的上帝，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奉献的话，那请我们用转账的方式或者是用汇款的方式来汇到我们的教会的账户。那周报上面都有教会的账户，那所以请大家可以按照我们的账户来汇款奉献。那或者是周间的时候，请弟兄姐妹可以自行带奉献来到教会里面来交给我们的干事来处理。那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凡我向主所成，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把我们的奉献带到你的面前，愿你接纳我们这样的卑微的奉献。我们所献的不多，但是愿你使用它，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来荣耀主你的圣名，就像当初在旷野中5饼2鱼来喂饱5000人一样。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所献上的都成为主你所使用的美好宝贵的器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来网络上面我们彼此的问安跟问候，那也祝福大家能够在疫情的猖狂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大得平安。好，那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来做报告，请大家来关心教会的事项。
那第一个，今天我们是圣灵降临节的第2主日，那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在线上的朋友，愿上帝来祝福你。那我们现在还是3级的防疫期间，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按照这个防疫的状况来继续来执行。那所以我们室内不超过5个人，室外不超过10个人。那因为今天，特别是因为今天我们还有这个因为雷雨的关系，所以我们请同工们都在家里面也实体的看直播。所以我们今天牧师司会，然后师母来做直播，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都在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直播的礼拜，所以请弟兄姐妹也在家里面也要谨慎跟我们一起做礼拜的时刻，我们一样要着装好，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态度上是恭敬的，好像在做礼拜一样，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虽然没有实体，但是我们一样在线上的崇拜。那我们礼拜4还有查经祷告会，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一样可以来收看在线上的查经祷告。那我们现在小组都有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跟小组聚会，所以请弟兄姐妹也能够来使用小组的聚会，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彼此的问安跟祷告灵修。那礼拜5的旧约导论已经上完课，所以请这些我们的同学们也能够来把握时间，该交的作业，还有我们的这些的这个课程上面需要考试的，也请大家来注意时间。好，那因为今天是6月6号是本来应该有圣餐礼拜，那我们的圣餐礼拜暂停一次，所以等一下我们11点半的时候会有视讯的执事会，那请执事们要在线上能够准时来开会。那我们高雄区的牧者们有拍摄每日灵粮的这样的一个灵修短片，那请弟兄姐妹每天来收看每天大概5分钟的时间可能会5分钟或6分钟。那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透过每一个牧者的带领，让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好的这样的属灵的喂养。那我们原本要举办的夏令营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恐怕是没有办法来举办的。但是我们请大家来纪念我们的儿童事工，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孩子们更需要我们弟兄姐妹的互相的这样的关心跟祷告，所以请为我们的儿童来祷告，为我们的儿童事工继续来关心。那我们的卫理神学院下半年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约导论的课程，那愿主来帮助，让我们的新约导论的课程可以一样来进行。那用直播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事后再会跟大家来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好，那红本门徒已经暂停上课，我们会延到可以可以聚集的时候，我们才会恢复。那但是请弟兄姐妹有参加红本的门徒的课程的学员，还是一样继续每一天来写这个每一天的功课跟课程内容。好，那刚刚提到了我们的转账跟汇款方式都已经在周报上面所以请大家可以用转账或汇款的方式来汇款或转账。那我们的爱读经计划还是持续的进行，那请弟兄姐妹来恭敬的在每天都能够阅读上帝的话语。好，那我们也期待疫情之后我们能够恢复主日崇拜的聚会，那我们期待我们今年可以增长到200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把200位勇士带到我们当中来，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得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主所祝福的教会，上帝把得救的人加添在我们当中。那现有代祷意向跟教会的肢体消息，请大家就自行的参阅，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来报告。那下周的主日崇拜也请大家来这样来自行来观看或是来了解。那期待弟兄姐妹在家庭当中也都能够保护好自己，都能够大得平安，愿主来祝福。虽然我们不能够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的心跟大家是一起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任何的需要，也需要牧师为你祷告的，或是需要教会来关心的，也请不要客气，能够打电话到教会里面来，那我们会尽快的来跟大家来联系或是来跟大家一起来见面。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个三一颂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
唱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弟兄姐妹，如果可以，我们就从位置上站立起来，然后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你的恩典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荣光堂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在哪里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都保护我们十分的平安，也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当中、在生活上，都做这世界的光，好让世人看见我们是神的光，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照亮一切的黑暗。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来唱阿们颂。阿们，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默祷散会。那会后，如果弟兄姐妹有彼此的交通，我们也可以透过赖讯息或者是电话来彼此交通。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平安。